我喜歡儲錢，所以睇中醫我一定睇政府中醫。咁喺香港點樣可以睇到政府嘅中醫呢？香港有18區中醫診所。如果想睇政府嘅中醫，第一件事就要親身去到任何一間中醫診所先登記。登記完畢之後呢，就可以下載18區中醫診所嘅應用程式。咁以後去睇中醫嘅話，就可以先預約啦。呢個係18區中醫診所應用程式。咁後佢響香港、九龍、新界都會有診所嘅，每一日正點就會放位。如果有位空缺嘅話呢，任何時候亦都可以 click 入去嘅。譬如我想預約睇中醫，我就睇下邊一間診所有位。譬如我揀離島區，揀預約，有內科同埋針灸，咁我揀內科。咁佢就會有一個時間俾你，如果接受預約呢，就撳。收費呢，就係每一次120蚊，預約時間要早到5分鐘。所以如果喺香港想調理身體睇中醫嘅話，政府中醫診所服務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如果覺得短片有用，記得關注點讚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